因为伫咧南投的水里呢，是有一丛300外岁的树仔。最近这叶仔甲树尾是落甲真无顺常，经过会勘认为有可能就是破病啊，刷落会甲县政府协调救治。南投水里乡的永兴社区遮大丛的树仔树，是一丛母仔囝树，上倒边是母树，对母树的树根生出去，正边的是囝树，树龄有300外岁，树根有6.2公尺的粗，悬26公尺，算真大丛。不离过，社区的民众讲，最近2-3年树仔敢若怪怪，若亲像破病的款。本来是落叶啊，哇，拜转落落落，含枝头拢落落来，那树尾拢一直打起。树尾拢无新的这个嫩芽吼，有可能伊的树根啊，有一部分已经有受伤，还是感染病菌。春天到啊，毋过树仔无剥生硬，树叶啊佫落真多，连树尾嘛落落来。专家讲会安尼有真侪原因，除了树仔流破病以外，嘛有可能树根互人用阿弥陀啊佫庄仔角砍掉，无法度喘气。水里乡公所表示，可能进前县府咧铺庄仔路面的时阵，有伤到树根，加上最近较欠水，真仔会先甲水，才来想办法救树仔。有买2粒大水塔吼，来要先来灌溉用吼，水分先来保护足。了后吼，咱等县府吼一个新闻来，因准阮拍开的话吼，阮会把铺面迄个水泥的部分哦来拍掉，互伊较透气咧。建议讲庄头来开会，经由同意，伫未来要安怎来甲改善，甲讲要安怎来救活即丛这个牛樟树，这才是上重要吼。因为樟仔附近的土地有公家的地，嘛有社区的地，较复杂。议员建议拢带来开会，做伙保护即丛老樟仔，互老树仔会当做社区重要的资产，继续生长落去。记者杨秀南投报道。